观自在菩萨。前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亦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无以无所得故，无体萨陀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生死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一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摩诃。萨婆诃，菩提萨婆诃。空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庆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府中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滚圆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而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00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数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。何其照其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化甲兵。大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说苦难言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
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孽群入境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此扣一扣再扣三扣四扣五扣六扣七扣八扣九扣十扣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应正好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吉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滚圆五侧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影山前对儿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羊皮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执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零零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清远红华显神通，得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7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入侵诸恶化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人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四方天兵护佛下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到山阳弥勒尊，吴王赐令即下山，说苦难言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1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躲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孽群入境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扣一扣再扣3扣四扣五扣六扣七扣八扣九扣10扣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应正好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吉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圆显化在古东，南
南北两极连中聚，文源古侧在中央。南无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自得西来白羊子，将尔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得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青眼文部皆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00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。特级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驻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里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渡道，各驾祥云去等空。四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王赐令即下生，说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竞争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地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朝云，弟子杨凯祥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无形大德，恳厚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波转，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万物生命安全，自守自导，自所自导，正持昭格采纳，正持昭格采纳，忏悔文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
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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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佛学今晚就学习带读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点师、各位浅显、各位大德，晚安。好，感谢凯翔为我们导读。感谢贤贤慈悲，感恩护监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感恩领任的各位护领任、各位助教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贤贤们，大家晚安。一伟晚安。